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5年2月11号。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15篇，撒母耳上卷第9章15节到第10章的第1节。提摩太前书第3章第1节到第9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高抹。互上帝所高抹是一个足神圣的代志。嘛是非常严肃的一项事，必须爱非常认真来看待。以色列国的第一个国王扫罗，就是上帝所亲自竞选、派撒母耳所去高抹的国王。伊是上帝的仆人，高抹设立伫后来嘛成做帝国时代。世代的一个定例，甚至后来嘛成做教会领袖同工受按立的一个典型的模式。撒母耳上卷第9章15节到第10章第1节，记载着上帝交代撒母耳去为着扫罗抹油膏立伊做以色列国的领袖的代志。扫罗还未到的前一日，上帝已经甲撒母耳启示讲：明仔载这个时阵，我要找一个人对便雅悯的地区来你遮，你着甲伊抹油，设立伊做我的子民以色列的统治者。伊会救我的子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我有看到我的子民的困苦，听到因哀求的声。撒母耳一个看到扫罗，上主就对伊讲：“这个就是我甲你讲，迄个要治理我的子民迄个人。”扫罗伫城门内行往撒母耳，甲伊问：“请问先见的厝伫倒位？”撒母耳应扫罗讲：“我就是先见。你先去山头段，今仔日恁要甲我做伙食饭，明仔载早起我会送你倒转去。你伫烦恼的代志，我会甲你讲。你3日前拍毋见迄个梨仔，你毋免烦恼，已经找着啦。以色列所伫较无的是甚物人？敢毋是你甲恁老爸的家族？扫罗应讲：我是便雅悯人。属以色列上细的支族，阮家族阁是便雅悯支族中间上细的。你哪会甲我讲这个话？撒母耳带扫罗甲伊的仆人入去客厅，互因伫所请的人的中间坐大位。所请的人客大约有30个。撒母耳甲主者会讲：我交代你收起来迄份汤捧出来。主者就将特选的大腿捧出来，下伫扫罗的面头前。撒母耳讲：这份是为着你留的，请你食。伫我邀请的人客的时，就已经有先准备，留到这个时阵。迄时扫罗就甲撒母耳做伙食，因对山头段落来入城。撒母耳甲扫罗伫厝顶讲话。透早天不光的时，扫罗还伫厝顶伫困。撒母耳叫伊起来，我送你倒去。扫罗就起来，伊甲撒母耳2个人去到外口。因行到城的角头，撒母耳甲扫罗讲：叫仆人先去。仆人就去。撒母耳佫讲：伫遮小等一下，我要甲你传达上帝的话。第10章第1节，撒母耳摕一罐油倒伫扫罗的头壳，甲伊斟，讲：上主用油抹你，设立你做子民的统治者。伫初代教会当中，也是爱经过评选，然后才互上帝所设立、所高抹。制定教会体制的保罗，
伫写互提摩太的批信中间，就提到安尼一个评选的标准。提摩太前书第3章第1节到第9节，保罗安尼讲，即句话通相信，若有人爱做监督，伊是欣善美好的工作，所以监督就无通嫌。只有一个某，安分守己，自责、端正，熬款待出外人，熬教士，无酒醉，无凶恶，反倒当爱温和，无三济，无贪财，熬管理家己的家庭，行儿有顺服，事事端庄。人若袂晓得管理家己的家庭，哪会晓得管顾上帝的教会？初信的毋通甲伊，互伊担任监督，则袂自高自大，陷落甲魔鬼所受共款的审判。伊伫教会外嘛，着有好的见证，则免受诽谤，陷落魔鬼的落网。执事上款，着端庄，无伤面话，无好酒，无贪财利，着用清气的良心固守信仰的奥秘。毋是爱做就做，有人做就好。教会同工必须爱伫行为顶悬，伫信仰顶悬，伫人际关系顶悬，伫婚姻家庭顶悬，会通做美好的模样。人才会当被选、被高抹做上帝的仆人，甚至教会的同工去监督。诗篇115篇，上主啊，阳光只有归互你，只有归互你，因为你的慈爱甲信实，愿阳光归互你。你若要互外邦人讲，你的上帝伫倒位？阮的上帝伫天顶，拢照伊的旨意咧做代志。因为我相是人的手所做的，用银用金铸造的。因有喙袂讲话，有目睭嘛袂看见；因有耳孔袂听见，有鼻孔嘛袂闻着；因有手袂提，有骹袂行；因嘛无用牙后出声，做因的。因倚靠因的，拢甲因共款。以色列啊，着倚靠上主，伊是你的帮山，你的盾牌。阿伦祭司的家啊，着倚靠上主，伊是恁的帮山，恁的盾牌。恁敬畏上主的人啊，着倚靠上主，伊是恁的帮山，恁的盾牌。上主关心咱，要赐福互咱，要赐福去互以色列的家，要赐福去互阿伦祭司的家。敬畏上主的人，无论大小，伊要赐福互因。愿上主加添恁的人数，加添恁甲恁的子孙。愿创造天地的上主赐福去互恁。天只有属上主，伊将地赏赐互世间人。世人未称赞上主，落去永远静谧的所在的人嘛袂。总是阮要称赞上主，对现在直到永远，哈利路亚，称赞上主。恳求上帝帮助阮自我觉醒，互阮会通来活出信仰的典范。伫逐方面拢会当诚做有见证的好同工。衷心做一个主的仆人，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